文學作品應該對生命、社會同埋人性有深刻嘅思考，令到我哋人類更加認識自己同埋世界。佢慢慢咁樣走入咗佢嘅夢鄉。唔關我事嘅媽媽，就係因為你。究竟而家係夢定係真實呢？我而家就去。你心咁啊？喺該要嚟入新聞之前呢，佢曾經聯絡過人類神秘失蹤調查組嘅組長簡崇峰簡教授，佢希望佢能夠帶領佢嘅年輕組員呢，一齊入去新聞裏邊揾翻佢嘅媽媽戴允蘭嘅。而今日你哋需要扮演嘅角色呢，就係成為人類神秘失蹤調查組嘅年輕組員。呢度裏面係有4篇文章同埋一啲寫作技巧、修辭手法。你要先了解呢啲寫作技巧，然後解讀文章，揾出裏面用咗啲咩修辭手法，作出正確嘅配對，就可以過關。呢篇作品嘅名咧就叫《葡萄乾麵包》，佢用咗美同醜做對比，同埋優點同缺點。非常開心啦，因為學到好多中文嘅知識。我最深印象就係創作嗰個劇本嗰個啦，因為我同同學咧溝通又多咗咯。重點係重點係我花咗媽媽同女兒嘅佢哋關係。咁2人就深呼吸咗3年。媽媽，你冷靜啲聽我講啦嚇！我哋將我哋嘅才能，將我哋最喜愛嘅嘢融合埋一齊，我哋創作成為一個新嘅藝術，創作首新嘅歌。好。